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聚集，特别今天晚上我们要透过蔡牧师来帮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得着丰盛。愿上帝赐福在我们晚上的聚会。在开始之前，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晚上的聚会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有好的领受。我们一起开口，第一件事情为自己的心预备，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这位父神主，我们谢谢你啊，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举起，主啊，打开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再次看见主你的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时刻，我们可以对主的亲近，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在你的面前，主来求我们谢谢你的心，谢谢你的话语，在帮助我们在这些聚会当中，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为了蔡牧师来祷告，求神透过蔡牧师的口，再一次来祝福我们教会，透过蔡牧师的生命，再次使我们的灵命也得到成长。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蔡牧师今天晚上的分享来祷告，求神加添足够的恩赐、足够的能力在他身上，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蔡牧师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就使用他的口，让他所讲出来的话语，就充满主你的能力，来进行成就我们，来祝福我们，然后让我们跟着牧师来的教会，帮我们前面学习，主啊，就祝福陈牧师他辛苦的看见他所讲的话，让我们都能够从他的话里更多的领受以及学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在忙碌了一周之后，我们选择分别这段的时间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透过今天晚上这段美好的时间，再一次赏赐你属天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诉说你的恩典，再一次看见你美好的作为，不仅在我们的教会，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被彰显。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聆听你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主啊，求你的圣灵也再次感动我们，求你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引领当中更深更多来认识你。主啊，求你也特别与蔡牧师同在，透过他晚上的信息，透过他晚上的分享，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得着造就，得着成长，再次建造一个属神合神心意的生命。主啊，求你赐福在蔡牧师今天晚上他的身心灵健康，让他今天晚上所传讲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他晚上传讲的话语是充满主你的恩典的。主啊，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将晚上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也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要请我们弟兄姐妹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今天晚上是一个恩典降临的时刻，阿们吗？阿们。今天晚上是一个恩典降临的时刻，愿神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赐福在我们每一个愿意分别为圣来到他面前的弟兄姐妹。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属天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时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宣告恩典要降临在今天晚上，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全心全人，一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一起来唱，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伤疤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
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再一次来宣告神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今晚。我们再次从头来唱。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花都变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再一次来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再次来宣告依靠全能神，没有不可能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是的，神，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行了大事，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恩典就降临在此时此刻。我们再次来宣告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使我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
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在预备的道路当中。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行了大事，让我们看见你数不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你，用我们的这一生来回应你特别的呼召，好使我们每一天都走在你恩典的道路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美好作为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天父，你明白我的心，胜过世上任何人。你的眼目不离开我，你知我心所有。虽然过去跌倒软弱，你的拣选不离开我，改变我心，使我完全成为荣美的器皿。如今我全然相信，甚至在你凡事都可能。你的大能坚固我心，使我勇敢相信。如今我全然降服，甚至你为我预备道路。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回头。是的，神，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对你回应，我们一生年日，我们都紧紧的跟随你。天父，你明白我的心，胜过世上任何人。你的眼目不离开我，你知我心所有。虽然有去跌倒软弱，你的拣选不离开我，改变我心，使我完全成为荣美的器皿。如今我全然相信，我全然相信，在你凡事都有可能。甚至在你凡事都可能。
我心，使我勇敢相信。如今我全然降服，甚至你为我预备道路，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悔。再次来宣告，我全然的相信。如今我全然相信，甚至在你凡事都可能，你的大能坚固我心，使我勇敢相信。如今我全然降服，甚至你为我预备道路，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回头。我要跟随你的呼召，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回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赞美来献给你。主啊，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主啊，我们不仅用歌声在这个时间来献给你，我们更要说，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生命当中，可以紧紧的跟随你。纵使在过去的生命有软弱，在过去的生命会有跌倒，但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因为你是那个行大事的神，你是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大作为的神。主啊，让我们不断的可以诉说你美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不断的见证到你的奇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发生。主啊，求你再一次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恳求你也透过今天晚上蔡牧师的分享，蔡牧师的信息，再一次来鼓励、激动、激励我们，让我们真实紧抓你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恩典。主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项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有没有什么节日？好，因为我们弄得过国历了哈，明仔载是夏至，夏至怎样哈？啊，就是我们台湾哈，日照最长的时间了哈，日照最长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去年也在夏至举办了培灵会，啊，今天我们在夏至的前跟后，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蔡牧师回到我们当中哈，要将主的话来分享给我们。所以夏至是日照最长，也是最火热的。所以你给隔壁讲说，你也要火热侍奉主，来给个票。咱的蔡牧师哈。蔡牧师在咱家咧牧会的时候，你就在这里的举手一下，摇摇手。哇，大部分了哈。好，所以你都是粉丝哈，粉丝回来见面会我们的蔡牧师跟牧师娘回娘家哈所以我们要用因为刚好是夏至嘛，用最大的热情来欢迎蔡牧师。那我们真的很感谢蔡牧师夫妇他们在台北双连教会是台湾最大的长老教会。在那边牧养很辛苦，特别拨时间
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明天早上的领袖训练，还有礼拜天2堂哈，连续4堂，搁加这个干部弄做5堂哈，实在是很不简单。我们特别为蔡牧师他的健康、他的体力他的属灵从神的恩典来为他祷告。那我们邀请蔡牧师回来，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在7、8年前到台北去，在那边在首都领受更多从神来的恩典所以今天回到我们当中要将神的话语再来勉励我们。我想会有更深的看见蔡牧师从2003年来我们富强教会，刚好带领我们同工我们的教会经过好几波的大转型无论是属灵的转型，无论是教会的建堂，无论是小组事工，无论是我们的华语礼拜都在蔡牧师的带领当中我们成就了。所以这个故事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第一堂我们的蔡牧师要讲一个主题，他的主题叫做听吧，我们要说万千恩典。到底是什么万千恩典呢？我们就来听蔡牧师给我们勉励。我们要有一个最大的热情，用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来，蔡牧师，来。让他可能要走来走去，所以要拿。好，大家平安。我牧师娘站起来让大家鼓掌一下好了。他坐着跟站着一样高了，对。那因为以前我常常在这个讲台上就喜欢消遣牧师娘。已经很久没有消遣了。好，那今天回娘家了真的是非常感动了看到许多老面孔，也很多新面孔然后看到教会依然这样在夏牧师、谢牧师还有瑞平牧师的带领之下这样蓬勃的发展我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那个要红笔那我会这个培灵会的部分会分作2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先来讲过去的故事那这段故事我想说很多人都跟我一起经历过那也有一些是新来的朋友你们也不妨听听看这个富强教会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是怎么样来做调整跟改变的那首先我要先说我的故事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了这是这次的主题经文我们会分2天来读那我们今天先读第一段以赛亚书的第43章15到17节，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神圣的上帝。好，我们读这段以赛亚书是这个先知以赛亚有人说这个是叫做第2以赛亚就是40章之后是第2以赛亚。他最主要这个先知是在鼓励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国破家亡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知道有一天上帝会带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度
重建他们的国度啊。那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他先诉说上帝过去在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面所成就的作为。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也利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哈。不过我想说，在座还有一些人不太认识我，其实有很多人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故事啊。好，那其实我来富强之前，大家大概知道我是在大专中心服侍，哈，都是跟年轻人朋友在一起，哈。那富强教会是我牧会的第一间教会，好。那双联教会是我牧会的第二间教会，就是牧2间教会而已，哈。那当初我为什么会想要服侍担任牧师，哈？其实是我对于大专事工的一种尾声呐。我认为大专学生他们真的是很需要有人参与辅导，所以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留在大专中心里面当干事，当了5年的干事之后，我想说那时候原本是我的母亲是鼓励我出国去念书。可是后来我想说，还是需要做专职的服事，所以我就到神学院去进修。然后之后又神学院毕业之后又回到大专中心，好，那我一直就是要做大专工作，好。可是大专工作做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那一年我正好37岁，好，那我想说遇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我2个孩子嘛，哈。那我每天可以陪孩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短暂，好，因为大人的工作就是晚上的时间要到学校去带团契，所以我白天他们去上学，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睡着了，好，所以后来我想说，应该要改换一下服事的禾场，所以我想说。就选择教会的牧会，其实影响我牧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她在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家里好像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她先生好像生很严重的病，好像快断气了。那他打电话到教会去找牧师，牧师可能外出没有马上联络到，所以说可不可以？那时候我当神学生嘛，说请我先去协助看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那我就赶快过去那个姐妹的家，我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我母会的牧师就是孙宏正牧师已经到那里了，那时候我就看孙牧师在服侍这个人，因为他们家是住在一个那个非常比较老旧的公寓，那个楼梯非常的狭小，那救护车开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担架好像很困难搬上去了，那时候我就看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就看到孙牧师他就把那个已经过世的人背起来，从他们家3楼，这样从上面这样背到下面来。我看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这样看，我心里面对上帝说，我以后也要做这样的牧师，我以后也要做这样的牧师，就是在一个家庭遇到最悲痛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信徒，就是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那后来我觉得我虽然没有牧会的经验但是我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服事那后来我就想说要到教会去要到教会去，要到哪间教会去呢？
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那个，也没什么机会了哈。那时候我知道富强教会正好那个夏牧师跟谢牧师已经离开，应该有2年，接近2年的时间。好，那一次有一个机会，就是大专奉献主日，好，我就到富强教会来讲道。讲道完了之后，那个就是陈佑长老是我的学长嘛，哈，他就跟我联络说，不知道我有没有想要牧会的想法，好，那我说那时候我就有想要牧会的想法，可是我说富强教会，我那这么大规模的教会，我不太敢去了，好。可是那个陈佑长老就给我鼓励了鼓励，但是那时候也遇到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大专中心大专中心有一阵子我的头发留得很长那来富强服侍为什么叫做不可能的事？因为根本不可能轮到我了。好，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大专中心，我就是那时候我有把陈友长老跟我说如果你有意思的话那你就投一个履历，好，到富强教会来，好，看看大家决定怎么样。后来不久之后，我投了履历，不久之后，当时的富强教会的小会议长，就是有一个中会会派一个小会议长来当那个一个牧师来当小会议长，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你有投那个富强教会的履历你不可能的啦，靠可能选你嘞，你根本都没机会啦，他就跟我说你根本没有机会啦。第一个我知道你的背景你从来没有，你小时候也不是在教会长大的我也没有上过主日学，也没当过执事，也没当过长老，那是大专的时候才信主的，他根本没有教会生活，另外像富强教会那个规模，应该不会考虑你他跟我说我诚心劝你啦，我给你介绍另外一间教会他就跟我真的给我介绍另外一间教会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不过那时候我也是做勾引啦，我就说可是我已经投履历了呢，不然人家给我回绝之后，我在那个不要人讲一个新妇引过来竞赛然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天那个就是富强教会有3个长老。打电话约我说要请我吃饭，那他们就约我出去，我记得是胡歌、蔡老师，还有许长老，他们就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然后我也忘记谈什么了，就了解一下，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啦，所以后来他们说要拣选我的时候，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把握他们就是一直说要找一个时间请我到教会再讲一次道，让大家认识我，结果那个时间都安排不出来，那次好像有一次野外礼拜，我有跟着去了，后来在拣选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富强教会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大概。那个长老们说什么，大家就会同意不过大概有一些人认为说，怎么都没有这个人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还叫我给他投票，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后来那个来主持那个和会的那个牧师徐光川牧师，他有跟我说他说他当时用了一个技巧，他说如果你们不认识他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觉得有一点疑问没有关系你们那个
圈圈哈就打小一点。后来我去看那个选票哦，哎，真的有的写得很像句号。那后来，我今天来想，今天想起来真的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好，因为我来这间教会服侍，是我得到很多很多的造就。一个完全对教会完全不知道怎么牧会的人，来到一间非常包容、非常充满爱的教会，让我在这边得到成长。所以每一次我回来哈，不管是有人婚礼，或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回到教会来，我都是用一种报恩的心呢，都是感谢各位啊，让我在这边真的是得到栽培跟成长。好，所以来富强教会本身就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奇妙的恩典，是一个上帝的奇妙的引导。好，那还没来之前，我们社青就约我，去有一个那个生活营那时候去拜访那个竹堂教会的庄孝生牧师。好，那其实我知道本来也是想请庄孝生牧师来牧会了，后来我们就跟这个社青一开始也比较熟了来了之后我就做了一点功课了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富强教会的状况这是当时的富强教会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牧师娘那时候有跟我说那时候我说我要去牧会要寻找一间教会，他说他在不知道意象还是梦当中就看到一间像这样的教会，所以真的就来到富强教会那我是2003年10月赴任的那时候我有根据富强教会做，因为我学理工的就比较这个我是偷偷做的，不让你们知道了，那一开始我就发现，因为富强教会有优势，就是每一个信徒真的真诚热情、包容相爱、执行力强，真的是执行力非常强，然后配合度高，然后缺点就是，其实多数信徒那时候对于属灵的事情并不十分渴慕了，那比较传统推动事工、同工的训练不足，那有一点机会就是有一群相当追求的社青，那时候社青是相当追求，那威胁就是说，有一个完全没有牧会经验的菜鸟牧师，这个你们都不知道，真的，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开长执会紧张的要死，准备1个礼拜都不知道要怎么开长执会，从来没有开过好，当时聚会的情况是这样主日礼拜，那时候主日是没有儿童主日学了那主日礼拜的聚会平均人数是152，然后这些是它相关的数字然后财务状况那时候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每年都会清零就是会把所有的结余的钱除了基金以外的钱奉献出去，所以没有很高，没有很多的存款好，那组织的话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第一次我们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那个228的时候，那个牵手护台湾我们那时候几乎大多数的富强的信徒都有去我们是负责在那个叫做博爱路博爱路那一条好，那这是第一次洗礼第一次洗礼给我很大的鼓励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才知道因素了第一次洗礼有这么多人，你看原因就是因为2年没有牧师嘛所以大家都集中等了很久，终于牧师来了，赶快来洗礼
所以第一次洗礼的时候，哇，我记得是2003年的12月14号啊，洗礼啊。那我就觉得，这个项目会很简单嘛，一下子就这么多人洗礼，啊，好像第一次有10几个人洗礼吧，啊，那结果第2年变4个洗礼。那这是2004年的童工生活营，我们是在那个神学院有一个深水的校区，在那边，第一次的，隔年的一个童工生活营，那我们在那边开始在讨论说教会要怎么，做调整跟改变，那这是我们开会的状况。好，那后来我就决定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查经班。为什么我会决定只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只会做这件事情，其他我都不太会做哈。那我就想说，就从圣经帮助大家多认识圣经，所以我们就开始开查经班。那开查经班之后，我就开始了拼命写讲义的日子啊。那时候，我觉得，上帝也是真的很特别了哈。我在大安中心8年，当传道跟牧师8年，那写了8篇讲道，因为每一年写1篇嘛，四处去每个教会去讲募款了就来复讲2个月就用完了，所以就是每次那个为了讲道篇绞尽脑汁那我就是写得很慢，要花很多时间，每次那个礼拜结束之后我睡个午觉，我就马上起来开始写那时候也有查经班，礼拜3查经班我有写我查经班的讲义大概有参加过查经班的，就知道我都是会逐字稿的讲义大概1篇都有6000个字那个讲道篇就是4000个字，所以1个礼拜我会写1万个字那后来我有统计我在富强应该有写300万个字，300万字的讲道篇那就拼命写所以我几乎没有在参与外面的活动了我就是因为要写到礼拜3先赶礼拜3的查经班，然后礼拜天要讲道那后来我们开始华语礼拜的时候，一开始为了鼓励大家2场都参加，我就要写2篇讲道篇那时候就是每天在写讲道篇了那接着我们就开始讨论礼拜更新了一开始的礼拜更新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找一群对于礼拜更新有兴趣的同工们，我们一起阅读一本书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一起阅读，一起去思想说，什么样的礼拜是适合那个富强教会的富强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调整几乎大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大家都是很顺服即使有很多年长的我知道年长的人并不完全能够接受一开始不能完全接受敬拜赞美或者等等这些，但是他们都包容，都愿意参与甚至也委身我应该要我有找到几张照片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有看到那个松年团契在带敬拜赞美很感人那我们开始做礼拜更新礼拜更新，然后接着就是组织的转化就是那个我们把团契转化做小组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阶段
因为那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想说，那时候也有考虑到建堂的问题，好，啊，我们在想说，一旦建堂，这个地方没有地方聚会，大家一定要找，可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家里面，啊，所以如果你团契的话，一般的家庭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的人，那如果用小组的话，那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就想把团契转化做小组，好，啊。那时候就是大家也都是很配合，好，然后最后就形成团队的服事，好。那我一直觉得富强教会会增长，自然增长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充满爱的环境，好，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一个理论，就是说。你要养鱼的话，好，养鱼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池子，对不对？好，但是鱼池你要把它弄干净，好，水很清澈，好，那提供适当的养分在这个水里面，那鱼自然就会在这边存活，而且你放进去养的鱼，它就会，生团，它就会生育，好，啊，如果这个环境很污秽，那这个鱼就要逃掉。要么就逃掉，不然就死掉，好，所以一个爱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富强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好，在我们早期服事的时候，我们关心了很多家庭遇到，不管是病痛，或是亲人失丧的这些家庭。我们都成为他们很好的支柱。好，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新楼医院有那种安宁病房的病人需要关怀的，他一定会联络富强教会。好，那我们也都很乐意去做服事。好，包含新楼幼儿园也是一样。好，如果有一些老师啊、一些家长啊需要关怀的。他们都会想到富强教会，所以新楼医院跟那个新楼幼儿园，好像我们富强教会的外围组织一样，不断的替我们鼓励一些人来参与我们教会。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一个遇到悲痛的家庭，我们就陪着他走过经历那个悲痛。所以这样的这个传统，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下去。好，教会的发展很容易变成一种形式化，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维系着这种爱的传统，真是会带给别人非常非常大的祝福。那第二个就是说，富强教会的信徒真的是配合度100%。我有时候应该说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大家都没有办法，不敢相信说会配合到那种程度。好，你知道有一年那个那时候我就是想把教会从那个团契转化成小组嘛。好，那时候礼拜3是服务团契聚会，礼拜5是社青团契聚会，礼拜6是青少年聚会。那时候我就有一天就跟他们宣布说，明年度你们都不要安排任何的活动，好，都是由我去主持的，好，就是主持查经班。没想到大家居然愿意配合。我想说那时候大家为什么没有起来反抗呢？怎么可能会容许牧师这样做呢？不过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是充分的配合，我们就领受到很大的祝福。那时候也是富强教会的一个非常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另外就是我们教会的，我刚才说那种动员力、执行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大家在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卯足了劲，没有在计较什么，尽力的做。有一年记不记得，我们宣教150周年，就10年前，那时候有办一个教会日，在长荣中学，那时候很多教会都有不同的摊位，对不对？那后来那个总会的助理总干事跟我讲，他说他这样观察，全台湾的长老教会参加那一次活动的，就是富强教会，动员力、执行力最强。我给你们看一段影片好不好？当天的影片。因为大家伫遐搬桌啊，你看搬椅啊，还唔知上面人有力。你看那时候我还那么胖。
其实哈，其实那一天的观众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人，不过各个牧区都有去了哈，不过就是说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就是富祥教会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大家的动员力真的非常强，啊，只要一个命令之下，大家全力都配合，啊，而且没有怨言，没有抱怨，啊，就是尽力把那个事工就是完成，啊，这样就可以荣耀上帝啊，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一点哈。那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转化之后哈，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量上面有一些成长哈，但是这个是我觉得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当然接下来我要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说建堂，好，建堂的事工，好，那建堂当中也有，我想说很多人都跟我一起经历过，好，那也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没有，好，那我们大家仔细来听一下。建堂当中有什么样的恩典？好，那首先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也是莫名其妙了哈，就是说突然间就说要建堂哈，就是有一天我们在以前大家知道礼拜堂旁边是牧师教育馆跟牧师馆哈，最旁边有一间会议室，好，小小的会议室，大家常常会坐在那边聊天啊。聊一聊就说，我们要建堂，好，但是建堂总是要有个理由啊，好，那通常我们那个教会那么漂亮，然后那时候人数其实也还没有
有坐满的哈，都是一堂的话会坐满啊。但是如果分作2堂的话，2堂都还有人还可以更多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趋势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统计表就是那个教会在历年来的成长的这个速度那时候我预测了我们2005年开始到10年之后就是2015年，我们的人数可能会突破250个人那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教会事实上待会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表我们到2015年已经突破500个人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建堂就选举了这个建堂委员建堂委员，这几位就是建堂委员。然后这是旧会堂的最后一场礼拜这最后一场礼拜那接着我们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上帝的安排真的是非常奇妙就是有一天那个胡哥就跑过来跟我说那个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就是他是在对面的在那边服侍清洁工作的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她跑过来跟胡哥说对面好像要卖了要卖那胡哥就说我们去跟人家讲价了我当时看那个外面那边，他在那个中华东路那边有一个广告他是要卖2500万的，要卖2500万。那我们那时候没有多少钱了根本不够去买胡哥就去跟人家讲价，胡哥最喜欢跟人家讲价，他今天办有没有来他就去跟人家讲说800，真敢讲，800，2500万出800，然后对方当然不可能嘛，然后就攻来攻去然后他跟那个屌兄他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2个人在那边说来说去那最后就决定说，对方因为对方那个隔壁就是1楼、2楼都60坪嘛，地下室是400多坪嘛，这加起来606坪啦，我知道了所以那个真的那时候买真的很便宜，后来我们就跟人家讲价，讲到1250万，就是对折了这是真的会讲了可是这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教会要处分财产的话，就是要开合会。那你知道吗？我们开合会就会决定说要不要买，对不对？如果我们决定要买，对方一定会要卖我们高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去给人家一个那个，就是定金嘛，对不对？给人家定金，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万一如果合会没有过，那个定金就不见了，可是这样也不好嘛。那我那时候我就私底下跟胡哥商量说，胡哥，如果那个合会没有过的话，我们2个买。我都已经想好要做什么了，我跟你们讲过嘛，对不对？我说我的英文名字叫做那个真刀菜嘛，剑刀菜嘛，那个地下室那么400坪，剑刀菜，可以供应整个台南市那个岛材需要那时候我就想，好了，
如果真的万一没有过了，好，就是我们两个买，啊，我来敬导财开改行，那结果当然一定会过的啦，好，因为我们为了这个事情筹备了很久，就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买，好，啊买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我还写了一本说帖，好，然后开合会的时候，哎，90%几，就应该是有99都同意，好，那后来就买了对面那边，好，那我们把它装潢做得很好，正好在我们在建堂的过渡时期，好，那时候可以使用，好，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堂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发现说，我们那时候就跟上帝求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建堂的缘故，好，而阻碍了施工的发展，教会的增长，好，你看刚开始要建堂的时候，那个压力真的很大。我有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我都没有经验嘛，哈，所以我打电话去问一个我以前在某一间教会实习的一个做营造的那个长老，好，我就问他，好，问他说啊，建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啊，他那天心情不好了，好，所以他那天就说，啊，你教会是偌济人啦，啊，你去礼拜2是要去来拍枋仔的，要饲枋仔的哦，饲枋仔的哦，吼，好啊，所以我听了真的是心里面很被浇了一盆冷水了哈。啊，不过我那时候我在想说，啊好啦，既然我要起来饲枋仔，我嘛加招我人来拍枋仔啊，所以就是教会一定要增长，一定要增长，好啊。后来后来那个教会建好了之后哈，我没有去邀请他了，我应该邀请他来看一下哈，我们教会的建堂，好，建堂的过程其实充满了很多大家的努力跟恩典啊，我们每一年哈那时候都希望说可以达到奉献600万。啊，每一年都快要达到，就到最后都有达到，好啊，大家就想尽办法，好，想了很多办法了，好，啊，这个就是这个当初我跟胡哥过去那边看下，要不然进导财的所在哈，哦，那时候这是地下室的状况啊，好，啊，这是屌坑丢了跟胡哥跟人家在那边杀价哈。那后来这边就开始拆除了，好，啊，这一段是拆除的时候的祷告。我来祝福，互阮当伫即种建筑物中间敬拜你，总是你已经完成该大成的任务，已经无够也阮使用，主我们将你拆除，伊就要起造更加合你心意的建筑。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整个过程，充满你的恩典。带领，互整个过程真平顺，会当荣耀你的名，来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主，阮伫遮向你感谢祈祷，也恳求你持续带领福音教会向前行，阮所做合你的心。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谢谢，啊，谢谢。因为没有我们祷告，他不敢挖了。好，那最后就开始拆除哈，然后开始里面拆除啊。那这个是王牧师回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定除的礼拜，哎，好，然后就开始盖这个，我想那个以前硕龙长老有做过他的那个盖的影片了哈，我就简单跟大家讲哈。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真的是很努力在奉献哈。你看前面有很多铺满，对不对？那都是小朋友，奉献铺满，就搬来，搬来啊，大家就为这个建堂在奉献，这个是啥？
做菜头啦哈，做菜头，啊，就是去做菜头哈，就是那时候菜头是就是义卖哈来募款哈。那我们有办这个园游会来募款那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要求牧师到外面去给人家募款就是就是要牧师好好的照顾教会，在教会牧会这是我们的建堂一个特色当时我们有做一个圣经抄写大家全教会一起来抄圣经这些就是工作人员后来就抄了这本圣经我刚才在那胡哥的家里面还看到这本圣经后面有一本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以前抄的我发现我那时候字比较丑一点那后来我们就建造了这间教会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但这个过程当中点点滴滴啦那时候我记得有人把他的那个嫁妆的那个节码贴出来呗因为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周报上面有一笔奉献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不是整数了那我就去了解原来就是有一位年长的牧师娘，她把她的嫁妆的金丝拿出来卖，奉献给教会。也有的人当班民然后就用尽自己的想法来为教会募款大家都各尽自己一份力那到最后终于把这栋建筑物盖好那其实盖好之后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了你们记不记得那天礼拜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做献堂感恩礼拜的时候我们献上几件非常重要的礼物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们献这本圣经嘛我们手抄本的圣经让大家知道说教会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那时候搞完这奉献一条那个圣餐桌的桌巾是他嫁妆的时候的一个白色的巾那当天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的起印是用各种不同族群的我们当时有用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还有印尼语代表我们是一个彼此包容的一个教会用这样来起印那这个点点滴滴都真的是非常令人怀念也在这边思想说上帝为什么对富强教会这么多的恩典给富强教会这么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好的一个这些信徒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各个不同的团队服事在团队服事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就各尽其职我们每个礼拜我发现富阳教会几乎没有一个婴郎没一个婴郎每个人来到教会他除了敬拜上帝之外他都会有一个服事有些人在音控室服事有些人做新朋友招待有些人在咖啡书房服事有些人做爱心那个叫什么爱餐爱心午餐的服事点点滴滴的更多人在替别人祷告这都是一个教会所应该具有的
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回顾过去，至少我在这边服侍的过程当中所感受到富强教会那种生命力，那种来自于上帝爱分享的生命力，这就是你们各位所拥有的。你们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并且更加的委身。上帝的恩典这么大，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报答他？就像我看到我的牧师把那位信徒背下来的时候，我说我也要做这样的一个牧者。我从那个时刻到现在，我都是用这种态度去做服事。我也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委身，更多的分享。让我们在这个爱的环境当中彼此的成长。那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待会牧师也要为大家来祷告，我们的服侍团队的也会起来为大家来祷告。好，不管你现在正经历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状况，请记住，上帝爱你，让你来到这个爱的环境当中。你必然会得到力量，超越过你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应该不是这首，站立起来好不好？再一次一起从头来唱这首歌。主啊，你明白我们的心，一起来。天父，你明白我的心，胜过世上任何人。
我，你知我心所有。虽然过去跌倒软弱，你的拣选不离开我，改变我心，使我完全成为柔美的器皿。如今我全然相信，甚至在你凡事都可能。你的大能坚固我心，使我勇敢相信。如今我全然降服，甚至你为我预备道路。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再次跟主说，主啊，我全然相信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我全然相信，甚至在你凡事都可能。你的大能坚固我心，使我勇敢相信。如今我全然降服，甚至你为我预备道路。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悔。主，我要跟随你的呼召，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回头。现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我们对神说：主啊，你呼召我，我愿意跟随你。主啊，你呼召我，我愿意跟随你。我们特别要为你愿意用你一生来服侍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那样的丰盛。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接受你的呼召，一生跟随你。求主使用他们，成为你重用的器皿，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并且让他们因着他们的服事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先请坐。我们这时候也要来为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来服事。如果你内心还有许多的征战，那也许面对许多不同的挑战，我们现在请大家把我们的眼睛闭上。如果你特别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服事团队会为你祷告。这边有姐妹啊，这边前面有姐妹，举着你的手啊，一直到有人来到你的身边为你祷告。那边有姐妹。
前面有弟兄哈，弟兄来服侍一下。或是你身上有病痛，或是你知道谁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你要为他祷告的，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来，我们请我们的服侍团队来服侍哈。主啊，恳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的灵就在他们生命当中彰显你的作为。受伤的你医治他们，伤心的你安慰他们，扶持他们。主啊，恳求你，你的恩典如春雨下降，让我们满满的接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许多我们说不出的苦痛，但是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将医治我们，将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深信你必然赐下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超越过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主啊，恳求您跟伤心的人同在，跟受伤的人，包括受伤的人，让他们得到医治。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为你今天丰盛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求主持续的浇灌你的恩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这些，并且愿意与其他人分享，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富强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可以带领人、祝福人的教会。我为此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赞美。我们感谢蔡牧师，他亲自带我们说这个故事。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除了最新的这一群同工。那我一个感动是说，这个故事我们还要继续说下去。我们感谢神差派蔡牧师在我们当中10几年的栽培造就，我想说是建立了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基础，还是说我们的教会的生命跟文化的基因。那我们能够得到蔡牧师来这试讲，来帮助我们来一起学习我们其实目标就是要迎接50禧年，50禧年。所以新的50禧年的故事，藉由蔡牧师给我们再重新温习、重新提醒。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要写新的篇章其实我们从6月再来8月，等于就是我们49周年。我们就要开始倒数了，对啊，最后的1年就很快就到了。那期待我们每一位都举起手，要回应神的呼召，一起来服侍神。我相信神会再继续把这个恩典跟使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故事更新、更美好、更得祝福。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蔡牧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也特别要谢谢那里蔡牧师娘
他的陪伴，他的帮助。来，现在蔡牧师娘。我逐摆也听到蔡牧师咧讲笑话哈，啊咧讲到蔡牧师娘哈，我感觉啊蔡牧师娘真的是厉害，太厉害了。他怎么样透过一些小故事哈，然后让蔡牧师能够分享到，让我们每一个会心的微笑，或者说我们一个得到非常好的启发哈啊，真的蔡牧师有牧师娘的帮助啊，在侍奉主更得力量了哈。好啊，时间也抓得很好，我们看现在是9点半哈。明天还有2堂哦，注意，第一堂就是我们早上10点，我们的侍奉同工啊，我们的这一群这个长职啦、团队首长啦、小组长啦，特别是干部哈你拢5分哦，明天10点在这边我们能够跟蔡牧师一起分享，他因为跟我们同工过，很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特别来这边得栽培跟造就，当然没有说特别限制谁能来谁不能来，而是说你如果愿意成为同工，你就可以来听，好不好？当然，因为我们明天松联也有聚会，因为松联他们的领受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代表要来参加。那再来第二个，明天晚上记得要提早半个小时来，因为明仔载咱无上班嘛所以呢，我们青少年他们7点就聚会了。你要让他们等到8点好像有点晚所以明天我们是7点半所以等于你7点多就要到了但富强的精神就是提早到，对不对准时就是提早到所以呢来咱家有冷气所以较紧来较凉嘛坐较好的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到实体来。我们今天其实有做现场直播了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是不方便，但是我们期待有实体的一起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明天要聚会的题目，我们来来第二个6月21号这个题目念一下，预备来。对，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这个新事，神的祝福跟恩典。好，最后呢，我们是礼拜天还有2堂。那蔡牧师很用心他礼拜天的2堂是信息是连贯的所以请你稍微把你的时间表预备一下8点40来12点半回去，这样好不好？就是特别一天，因为这个主题是连贯起来的如果听了上半场下半场没听太可惜。或者说你睡晚一点来第2堂你说糟糕，前面的怎么讲什么我忘了，这样没有听到所以呢，期待大家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热情的氛围之下，在夏至的是讲大家人拢热情起来的对了我们要迎接54年，我们期待神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前进也让我们这条道路有神特别的安排。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工要做报告的？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就要在这边做结束。我们再给隔壁注意一下，因为你得更大的恩典，好不好？来，好，我们大家平安。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明天早上我们同工训练会在这里，在这里，谢谢大家。